此外，针对中常委提案，呼吁6月6日高雄市民踊跃出席，行使罢免投票公民权，共同决定高雄城市未来。会中通过声明如下：宪法保障人民选举和罢免的权利。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选举是我们的骄傲，更是台湾人民身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在高雄市民的辛苦努力之下，高雄市民提出的市长罢免投票联署突破了门槛，实现史上第一次的县市首长罢免投票。这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里程碑，高雄人也已经为台湾写下历史。民主进步党日前已于5月6日卓荣泰前主席主持之中常会中通过成立6月6日高雄市民意观察小组，确保高雄市民之公民权利行使不受阻碍，并且要求本党高雄市党公职人员及先进同志要坚持站在正确主流民意的一方，为历史留下见证，责无旁贷。罢免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投票更是公民权的最佳展现。对于国民党号召所谓不投票只监票的行为，民进党认为这不仅重重打压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为台湾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投票自由提供了最负面的示范。民进党谴责这种反民主的行为。民进党强烈呼吁，无论对于罢免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高雄市民，6月6号都应该要站出来踊跃投票，用民主的方式面对市长罢免的选择，用手中的选票决定城市的未来。本党也吁请高雄市党公职及先进同志共同维护高雄市民行使公民权利。民进党同时呼吁，无论中央或地方的选务机关，皆应依法妥善办理投开票作业，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依法查处任何妨碍投票之行为，顺利完成选务工作，确保高雄市民安全，安心的行使公民权利。高雄的是高雄人来决定。在6月6号，我作为高雄人，我会回去投票。请教一下，因为这个礼拜6就是罢韩投票了嘛，那可是这个最近韩国瑜市长动作频频，甚至就是盖牌叫大家不要回去投，那你怎么看这个状况？高雄的是高雄人来决定。那我相信，假如说在民主的实践过程里面，投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假如说你不投票，那就是别人帮你决定啊。所以不管你是支持罢免，或者是你不支持罢免，那都要去表达你投票的行为哈。那这样才能够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意见啊。那毕竟这个是对高雄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也相信人民才是在整个民主实践过程里面最后的决定者啊。那所以就在6月6号，我作为高雄人，我会回去投票。像台大、交大都有发起这个返乡专车，但是他们却被韩粉出征。我想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哈，任何人的意见，尤其是投票，都应该受到尊重哈。那而不应该用这种动辄用霸凌或者是出征来，或者是阻止别人投票哈，或者是这个用所谓的这种这个暴力的这个方式来影响投票，这个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我想我们还是要尊重民主的价值。